台南的网红永康四大财主瓜哥，当年响应公益活动，听到近期血库告急，便找来常来昆尼、吉利姐、AJ 哥等网红好朋友，发挥各自伫网络顶的号召力，共同为社会出一份心力。最近咧欠货啊，阮就招一个网红来号召一下替社会出一点力啊，就准备一寡小小的礼品大家赞助一下大家啊，希望大家后壁陆续爱响应政府一寡欠货，大家爱出一点力帮助一寡需要的人啊。很高兴今天呢可以来参加瓜哥的活动，因为像瓜哥去年也有办这个捐血活动，然后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我们都会定期3个月就捐一次，所以就算你没有参加到这个活动，也一定要继续响应捐血。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啊！挽起你的袖子，抛出你的热血，就是在做公益了。谢谢，赞！欢迎大家来捐血。为鼓励赶济民众踊跃捐血，只要成功捐血250cc， 就会当得到现行的汤仔鸡甲笋丝鸡汤。捐500cc 的民众，搁加码送拌面礼盒以及现金抵用券，希望会当抛砖引玉，为血库增加救命能量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